天氣開始變涼，大家可以試下整下呢個甜湯喎。做法簡單，材料又簡單。適量嘅杞子、桂圓、黃芪、紅棗、薑片，呢個就係我一個人飲嘅份量。將所有材料洗乾淨，然後全部放入隻碗度，最後倒入半碗嘅滾水，冚翻好個蓋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大火蒸佢大概15分鐘，然後揭翻開個蓋，加入紅糖，再打入一隻雞蛋，然後再冚翻2個蓋，再蒸10分鐘，時間夠啦。呢個甜湯大概1個星期可以飲1到2次。大家有緣刷到呢個視頻，俾個小紅心鼓勵下呢，多謝晒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事事如意。呢個甜湯大家要趁熱飲喎，補血養顏，特別係冬天飲咗之後真係從頭暖到腳噶。中意嘅你都關注收藏試整下啦。